Hello， 我係阿仙啊，今日帶大家去回顧我端午節去嘅一個劇場 Inside No.9。雖然搭地鐵只係幾個站，但係出咗閘之後咧，行到嗨嗨咁，所以我都係建議大家搭的士啦。每一日去嘅卡士都未必一樣嘅，而我端午節去嗰一日咧嘅卡士就係咁樣啦。建議大家做30分鐘到場喎。呢度有打卡位之外咧，座位都係先到先得嘅。座位咧就有分兩個區域嘅。嗱，前座區嘅售價咧就369蚊，就係而家咧視覺睇到嘅呢一隻款啦。嗱，我都係第一次咧睇舞台劇，將凳咧俾360度咁喐嘅咋。嗱，第二個區域咧就係呢個階梯區啦，售價咧就299蚊。個頭唔中意嚟去咧就可以選擇呢一個啦。嗱，如果你大衣日嘅話咧，就記得早啲去霸位啦，因為演員咧喺開 show 之前或者演出嘅時候咧都有機會同你互動㗎。演出嘅期間咧唔可以錄影啦，所以呢度休息一下先。2000 years later。今次深圳舞台劇出現嘅兩個故事，喺 BBC 電視劇裏面都有出現過嘅。不過就算你話你冇睇過電視劇都好啦，都完全冇問題嘅。不過劇情咧當然一如以往咁樣反轉再反轉啦，咁所以咧都係非常之燒腦㗎。完咗 show 之後咧，就記得唔好咁急住走啦，因為啲演員咧係會留低同大家影相、簽名同埋傾偈嘅。咁而你咧亦都可以去到舞台各個地方嗰度影相留念嘅。而最後離開嘅時候，如果你有小紅書嘅話咧，就記得發指定嘅圖文啦，咁就可以得到限定嘅冰箱貼一個㗎啦。嗱，不過咧我最後都戴定個頭盔先，呢個咧係深圳限定版嘅節目內容。咁而深圳咧喺6月28號就已經完美收官㗎啦。如果 miss 咗深圳限定版嘅話咧，嚟緊最快官方已經落實咗㗎啦，就係喺10月到11月左右咧喺廣州演出。不過咧時間啊、價錢所有嘅細節都係未定嘅。有興趣嘅話就記得關注廣州塔劇場嘅動態啦。歡迎來到9號密室。對啦，9號密室好看嗎？好看，歡迎大家繼續再來看歡樂咯。所以你是9號的粉絲是吧？OK，謝謝大家。你喜歡看9號密室？只有這麼美的人才可以看9號密室。深圳好熱，深圳好熱。係啊，而家深圳好熱啊！有我哋10月11月去廣州再見啦，老師。兔仔。最後梗係要提醒大家揾電視劇裏面嗰隻經典嘅套套啦，前3名咧就會有限定禮物㗎啦。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喎，我知道會將啲攻略咧上喺文案嗰度嘅。雖然咧深圳限定版咧就已經完美收官啦，但係呢個地鐵站咧星期6日都會有啲文青市集，好值得嚟嘅。嗱，如果中意今集嘅影片內容嘅話，記得 CLS 我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